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某一间幼稚园，有一个教保员是色狼，以抹灵液甲耍游戏为理由，甲4个幼囡仔黑白来。是家长发现到囡仔无对同，这个色狼的恶行才来触破，嘛已经互检察官来起诉。 郑州海姑甲囡仔人甲笑嗨嗨，台北一间幼稚园的教保员看起来亲切的囡仔兄，说是涉嫌猥亵囡仔的老师，即马起诉书的内容也出来，互家长是看袂落去。 检方调查，陈姓嫌犯利用担任教保员机会，一连在台北市2间幼儿园对4名幼童来进行猥亵。家长发现孩子不对劲，整件案情才曝了光。北检侦办单市教保员妨害性自主案，112年6月，依照助理教保员用检查身体做理由，强制猥亵囡仔 A。加当年8月初1日，用中昼休困时间猥亵囡仔 B。搁伫咧游戏间仔内底关电火，甲囡仔耍怪物来啊的游戏猥亵囡仔 C。嫌犯大多拢用保养品送的名义来对4个囡仔下手，检察官以5个对未满14岁囡仔强制猥亵罪将伊起诉。觉得这样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从制度上来说的话，幼稚园应该是保证就是小孩的安全的。因为我有2个小孩，我会非常担心。可能他在筛选或者是老师在监督方面可能没有做到很确实吧，不可以把案子压下来。但是教保员3月才转调过来，家长5月就反映过有过样，园长则就发觉说讲无权甲死头路，嘛无向顶悬通报，一直到进前案情才曝空。北市府互人质疑讲反应哪会遮尔慢，受害家长嘛拢总唔知影，加做好老师的形象来伤害囡仔，恐惊已经对囡仔的心理造成影响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